来看航警局今仔掠到一个对马来西亚来台湾自由行澳洲籍的查某人哦，伊的行李箱内底有6.9公斤，市价超过新台币4000万的海洛因，嘛已经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咯。有开行李箱的劫站，警方发现一包白色粉啊，重6公斤外，经过鉴定是第一级毒品海洛因，市值超过新台币4000万。在桃园机场查获一名澳洲籍嫌犯，以自由行为掩护，在托运行李内夹藏第一级毒品海洛因6.9公斤，当场以现行犯逮捕。代志发生伫去年12月，航空警察局安全检查大队会同财政部关务署、台北馆伫桃园国际机场第2航站联合检查。自马来西亚入境来台的澳洲籍嫌犯托运行李，伫行李箱的结站内发现海洛因，人甲毒品当场抓到，查扣毒品手机等证物。嫌犯先从澳洲大寄至马来西亚，于当地取得夹藏毒品的行李箱后，再独自从马来西亚大寄来台。澳洲籍60岁女性嫌犯落网了后，便讲是到马来西亚台湾，拢是度假旅游行程。不过，互警方发现托运行李内，却无啥物衫加生活用品，颠倒是防诈骗，达到大量海洛因毒品，当场防逮捕上班。专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